你暈之前跟我講一下第一次在幹什麼呀？第一次在那個什麼南。來，我幫你打。第一次在南岳衡山，走了很久嗎？沒有走很久，就走了10幾分鐘，然後呢，就是在一個地方看一個老奶奶賣東西，然後轉一轉就倒了。暈之前有覺得噁心想吐嗎？沒有。暈的時候有沒有覺得胸口悶、胸口痛？有。胸悶了以後直接坐下去了嗎？就是那個老奶奶看到我有點感覺，她整個人在發抖。你跟她交流的嗎？我沒講話，我就在那裡看。然後你就倒了。你倒下去整個過程旁邊扶你都知道是不是？也沒有摔傷。但是你覺得你自己有胸口悶、胸口痛。你們看到倒下去的時候，你們做了什麼處理？沒在，他媽媽在，我媽媽就找人家給我扶起來了。他做第3次也10幾秒。那第2次、第3次之前有胸口悶、胸口痛嗎？有，一樣的，每次都有胸口悶。對。他每次暈，但是他從來沒有一個人暈過，都是在身邊。他暈的時候旁邊都有人。因為我們之前也有一個比他年紀大一點的，是17歲。那個小孩子在病房裡暈了一次。大家旁邊都有人。旁邊又看到了他，並且量了血壓、心率全是好的。全是好的。然後我們當時把他的肺动脈 CTA、主动脈 CTA、冠脈 CTA 全部掃了，包括心脏 CTA，沒有任何問題。就說他每次都暈，但是也從來沒有摔傷過，而且從來都是在人多的地方暈。後來就看精神科去了，迷着。哎，那这個小女孩還真有點像，就是她，因為她弟弟好像受關注多一點，她還有個弟弟一個妹妹嘛。